呢排好多港澳朋友咁中西睇樓，我發現一個明顯嘅置業變化㗎。咁啊，以前喺中西睇樓呢，只考慮三房嘅，但今年唔一樣喎。咁啊，越嚟越多港澳朋友啦，都會考慮高性價比嘅二手上盤啦。咁啊，點解呢？我總結咗三個一個真實原因啦。第一個話咁啊，二手係現樓啦，睇得見冇得着。咁啊，小區環境啦、採光朝向啦、羅間距啦、鄰里一個氛圍啦，全部都係真實呈現嘅，冇任何一個期望等待風險嘅。咁啊，第二呢就係配套成熟啦，咁啊可以成為筍盤嘅小區，基本都係入住多年啦，商圈完善啦，交通便利，自住然後養老都合適嘅。咁啊，第三呢就係一個高性價比，咁好多業主呢誠心置換，咁啊肯定係吉售讓利嘅啦，咁啊價格肯定係非常之劃算嘅位置啦，而家都係擇樓嘅機會嘅。咁我都好理解港澳朋友嘅顧慮啦，咁啊異地買樓啦，則筍盤啦，最驚嘅就唔係屋唔好嘅，而係睇好咗屋，然後咧俾咗中介費，最後咧已經各種原因咧交易唔成，咁啊中介費就白白就冇啦。咁啊，畢竟係跨城置業啊嘛，唔確定因素多，咁啊誰都不能白白蝕錢嘅。咁啊，所以我哋背後咧專門就針對購房者嘅風險嘅痛點，推出重磅嘅服務保障，交易唔成佣金無理由退嘅。咁啊，自由嘅交易過程中呢，因為合理原因最終唔可以順利交易成交嘅，咁按照我哋平台嘅規則嘅，佣金全部退還嘅，唔會俾我哋購房者承擔嘅無謂損失嘅。再加上我哋嘅係個真房源必賠啦、資金監管啦、漏水賠付啦、欠費墊付嘅等安心嘅服務，咁啊真正做到我哋買房有兜底嘅，交樓有保證嘅。咁啊，如果你都係港澳朋友，想喺終身淘金或者係高性價比嘅二手筍盤啦，咁啊想安全冇風險嘅置業可以玩3年啦，咁我會幫你篩選好房嘅。